请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蝴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疼你的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蝴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疼你的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啊，布丁啊呢？阿哥，你要请我食啥物？看你爱食啥的哦，你就甲叫啊。啊，无我食海产面好无？像咩啊？你要食啥？啊，袂足枵啊，我食一个两汤啦。啊，你咧？我食萝卜饭配两汤啦。哦，头家娘啊，拜托的吼。阮这边两个两汤，一个萝卜饭，一个海产面。好，拜托。阿姑你咧？我家己来点啦。喂，新来，食饭哦。阿姑啊，你叫我吃青草哦。大哥呀，你哪唔愿意配啊？我会使配哦。所家做来吼，就是大家拢要食的啊，你当然嘛会食的。你唔较早讲的，安尼我就歹势啊吼。大哥呀，你唔通想讲哦，阿公哦唔知影情理啦。咱大家当斗阵哦，拢是一个缘分啦。吼，哪咧好来好去哦，我袂去去帮你啦。我到即摆才知影阿哥做人慷慨，你叫我遮济小菜要请我？等下，我哪有讲要请你啊？个人食个人的啦。有人有份哦，你大哥哦食2份啦，我会甲你记起来，有哪甲你算。安尼我袂配，我要食萝卜饭就好。哎呦，哪会遮尔那无卫生啦？你拄则的哦，哪会算呢？啊！你收起来，阿姑。歹势，煞袂记。你要紧无？春花啊，我无法度啊，我心中扛袂住啊。安尼你小啉来一个，头前遐有椅啊，咱来遐坐吼。赶行，搁行2步啊，就到啊啦吼。你手环迄只，手环咧吼。春花啊，春花，我无法度啊啦，扛袂起啊。我叫公营的啦，阿哥，我知影你意思啦。我甲你安对无？你哪会遐尼假，搁甲你约着啊？按着来讲。哎呦，出招搁遮顺哦。较细句哦。不相给。哎呦，歹势啦！免歹势啦，我是客人家查苦死啦。你1分钟哦10块啦，你慢慢算，人家才做伙算啦哈。当然，爱钱哦，你甲我放落来，我不爱这。
也简单了，你即摆坐是霸王车呢，你上车我就要你落车啦。我要甲驶较紧嘞，我们飙车。公园的啊，真公园的啊，会破走啦！哎，你坐好。赶紧车！哎呀，我有你切到哦！哎，甲要行车起来啊！你甲我放落，我要来迄凉亭还好。你要落车？哎，你甲我驶来去遐啦！哦好。哎呦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呀！我就是恁家，我坐你的车哦，坐到安尼骨头哦，安尼算了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大个呆哦，你哦，足夭寿的。我共爱就无爱啊，你互爱咧爱啥？你百外斤呢？等你2粒肉呢哦，甲我烤甲乌青啦。我互你切到哦，地内伤呢。嘛是爱算算的啦。30分钟哦，300啦，算你250啦，50块3米数啦。哦哟，你都无咧土匪讲的，土匪人遐尼贵啊？我这是人工的客停车啦，安全佫袂出车祸。那环保局认定就是袂流乌油哦，佫袂喷乌烟啦。坐咧到这软心心，咱咧爽歪歪，佫嫌。送你去替人死啊！送。公园啊，无照算啊，照算。啊，送你去死啊！公园啊，来，紧来甲我倒转去。哦，公园啊，你做夭寿棍嘞！迄阿哥遐尼济岁啊，你甲衫一穿，啊，毋拄骨头若散去，要安怎？都对咩？佮敢要甲我提钱哦？我老公要来提钱。哪会无？好啦好啦，阿哥，是的啦。啊无你含宝天仔踮遮休困，我含公园来去公园四界找找。啊，这公园哦是要地找人啦，你是甲大舅哦当做是公园。好啦，这公园人遐多吼，咱坐坐甲问哦，咱较有机会啊。对，摕相片四界问啦。系啦，好。好，安尼哦。啊，连灯啊！来，我来这边休困。少年呢？就问你捌看过这个人无？我想我今仔出来打工，我唔知呢。歹势啊！我去上，就问你捌看过这啊，个？无用啦，你去边啊啦？啊是要去这找啦。借问个吼，借问个吼。好啦，我都相片袂去摕啊，先等下吼。哎呀，你看相片呢？走做去啦。相片走做去啦。我去上，就问个吼，你捌看过这个人无？伊的名叫做郑。你敢知我找你找到要死？你出工迄天，我去食茶，结果讲你进前一天就走啊！我转去找阿嫂，伊讲你有转去，又搁走去啊！你想哪能要走互我了？为什么？我毋是调工走互你找，我是不得已的。为什么不得已？我欠人的钱啊，无面点故乡，嘛无面见啊乡亲。欠人的钱咱爱解决啦。你即摆已经恢复自由啊！人有一句话伫咧讲：鸡鸡对鸡飞，鸡狗对狗走，鸡去食就要歹家己斗。
无论偌艰苦，我都甘愿要对你打拼。大树，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啦。你哪会讲安尼？我即摆啥物拢无啊，我都互你过好日子，我嘛袂使安尼拖累你，即款代志我做袂落啊。你安尼讲都毋对啊！你哪有拖累我？今日咱人阿某会变到即款的地步，有老母厝，迄是我小贪，我拖累你的啊！你哪会咧责备你家己？我毋是责备我家己，我是对我人生无信心啊。啊，毋过即摆我伫你的身边，你都爱有信心啊！我无想要讲遐济，你毋是已经有一个，有啥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你哪会讲安尼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做伙啊！你若当幸福，你若当快乐，我拢无计较。我诚心祝你幸福。大树，那安尼听起来，你对我有误会呢？我毋是误会啊，我是。春花，春花，公英的啊，紧来啦，紧来啦！你家伙，我找你找到久的。紧来啦！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！什么好消息？我已经找到阮翁啊啦，啊伊就是，啊人呢？啊，拄只远就看到一个查某人甲你讲话啊，啊人呢？敢会是伊有看到你？哎呦，搁误会啊啦！惨啊！大树啊！大树啊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我一个公园仔行啦，伊毋知甲我当作几家地啦，啊找一个人吼找遐尼久啦，两个吼毋知走去内底就变成把戏啦。就是讲咱到底要找阮阿兄啦，在一个公园尔听我找遮久啦。啊，这世人吼，我看阮阿兄找无啊啦，阮阿兄袂转来啊啦。啊呸！哎哟，你这粗囡仔人哦，讲话嘛毋通遮尔那破格，迄是恁阿兄呢，你哪会领你讲的啦？哇，转来，啊，说转来，恁转来啊吼！无啊，到底是找有人啊，找无人啦啊？有找到大树啊啦，啊，啊人的啦！佮走去啊！哎哟，啊哪会安尼啦？哎呀兄哦，一定找不拢，咱紧来找。免啦，无定啦，我含公英已经东方四界拢总找透透啊，找无人啦。哎哟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你放心啦，大树哦，既然伫咧公园出现哦，伊一定到这附近啦。春花啊，你莫烦恼啦，咱较认真找哦，一定找有人的啦。啊，拄则敢无认真找哦。啊，我想到啊啦，我拄则看到伊的时阵吼，伊是穿迄个清洁队的衫，手举扫帚，还佫本机伫咧摒扫。敢会是即个公园内底咧互请做清洁工？清洁工，嘿，啊你会晓讲袂晓想哦，咱着赶紧的，赶紧来去公园哦，来问个管理员，问个专业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来，我来。哎呦，较细字，较细字，好。啊，我甲你赶行哦，我慢慢来吼，紧来管理。这啥？借问的吼，这落迄个公园的管理员吼，甲阮讲的住址，伊讲阮翁订大树住伫遮是无？哦，你是大树的某？嘿啦，啊我就是阿哥啦。我是伊的小妹啦。哦，你小等呢哦。无咯。啊无啊，阮翁咧。啊，咱拢无讲无当就讲你啦。啊，遐毋对对。我是啥？啊，阮翁人咧啦。伊走去啊啦。啊，老弟都陪啊。啊，伊想哪会要走啦？伊跟我讲为什么要走？伊走倒去啦？我嘛毋知影，歹势啦，我甲做工课。我这啥？啊好啊啦，春花啊，啊紧的啦，紧飞哦，拍起来看嘛，看大声是啥声的啦。哎呀，
紧的。哎呦，是用叶秘书。啊，佮转囡仔啦。啊，佮囡仔转便便啦，啊，这大手啊吼，是一个变什么梦啦？哎呦，你看杯啦，较紧的，快紧看卖啊！看遐写什么？我是安怎？春花啊，我已经离开了。我拄则看到迄个查甫人，我想伊应该就是英雄写笔甲我讲迄个人无对，汉草袂歹，人嘛比我较少年。我相信伊一定会好好照顾，会互你过好日子才对。春花啊，我并无怨叹，因为我即摆啥物拢无，搁欠人一身躯债，嘛无想要拖累你，嘛无想要互你对我吃苦。既然你有好的对象，希望你能好啊把将我放袂记。这张离婚协议书是我进前就准备好的，我是打算讲，若看到你，就要摕互你，想袂到这样紧就交伫你的手中。因仔我嘛已经缀好啊，你家己的因仔随时拢已经缀落去，深深祝福你，大笑。误会我，你误会我，你谁人袂相信我的话？谁人要相信别人的话？阿哥啊，大手误会我。春花啊，你莫安尼这啦。批是写安怎啦？对啦，你哪遐尼伤心啦，春花啊！春花啊，莫讲哭啊啦。我的病愈来愈严重，志强，阿姊会当为你做的，我干那安尼尔。阿姊就思念你，就想要见你一面，你知无？呀，阿强，你看我有先提供我囝无？先封囝啦，提供我囝。你哪会安尼讲？你安尼侮辱咱的好运呢？遐黄蛋哦，害咱害袂死。结果这个货哦，嘛是买出去啊。想袂到做生意遐侪妹妹角角，无我人咧讲，交底生意好就是安尼。丽玲啊，这批货是你找倒一个推啊，甲咱买的。好了，你伫安尼讲话刺激我才欢喜是？好啊，明仔载开始哦，衫你家己洗啦。该洗就该洗嘛，规日哦，我嘛是分准来的好气，你才会替阮洗衫。阿强，你明仔开始哦，衫互你洗，表现咱查甫人的气概，互这查某人看。你这靠歹哦，有闲搁联络我。哎，什么查某人啊？我敢袂遐老？歹势啦，我马上。你看我说，你有去上啦？迄拄着听呢。哎，什么上工课嘛爱做，紧搬啦。阿强啊，我嘛要来找咱啦，伊找无所在，你去巷仔口食面。好啊。好了，哎，你即马去买便当，吼，爱加买一个，无话要甲咱斗阵食饭。 OK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遮济啦，无代志啊。你看你啦，逐工困无3点钟，身体袂堪食吼。袂啦，无要紧。即阵啊，你嘛足辛苦啊。是啊，这段时间哦，是我捌代志以来上辛苦的一段日子啦。也毋过，我真欢喜，因为我逐工目睭爬金，我就知影我有足侪代志要做的。我会当亲身照顾你，甲你斗阵打拼吃苦。毋过，我嘛惊有一天目睭爬金，发觉这一切拢是梦。是讲，是梦嘛不要紧啊，我已经感觉我足幸福的。
好气，你甲我有啥啦？拜托，人食米粉那化烧。哎，莫有啦！俊男甲丽玲吼，甲咱牛三撇，甲足英台。哇，啊你心敢会酸酸的？哎，阿强啊！哎，歹势，莫问我，感情这个代志哦，比考大学更较困难。我唔捌。你唔捌啦？我专科的啦，我教你。迄查某人吼，迄手较体，安尼真袂赞。丽玲报互我伤害甲遐尼深，万一伊即摆甲俊男若无圆满的结果，伊袂晓，我绝对爱想办法，互俊男甲丽玲斗阵。我一定要紧想办法来互因斗阵。俊男，较早休困的啦，明仔载后你过来上班呢。好，我甲这资料整理理，我就来休困。好啦，那呢我先甲你明仔载要穿的衫捂下咧。小姐。来啦。看到俊男甲丽玲感情这么好，我应该要欢喜，爱祝福伊才对。志强来无出来，你是毋是有伫咧内底？阿姊就想要看你，你知无？哎，俊男兄，你还未困啊？耶。阿强啊。嗯。这届大学考试敢有法把？我嘛唔知，我拼就对啊。对哦。你莫袂记哦。林阿姊上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会当考到大学。我看安尼好啦，伫咧你考试之前哦，伫咧厝内底好好读册，莫去公司上班。啊，毋过公司。哎呀，毋过安怎啦？读册才是你的目标，公司交互我，甲互你有着用的。阿强啊，我问你吼，咱熟识这么久啊，你感觉我的人安怎？坦白讲无要紧。坦白讲，我感觉俊男兄你真有正义感。不过我感觉有一个缺点。什么缺点？做代志受过冲动啊，个性无够稳定啊。讲了无毋对啦，我的个性无够稳定，做代志真冲动，无毋对。其实我嘛定定伫咧想呢，我是安怎会安尼？也毋过我即马知影，安怎？我有真深的自卑感。自卑感？对啊，你嘛知影，我是伫咧孤儿院大汉，自细汉就失去家庭的温暖。别人有爸母我无，别人有好的环境会当受到好的栽培，我嘛无。少年时阵，我上大的愿望，就是会当读大学。也毋过啊，孤儿会当甲我栽培到高中毕业，已经足无简单啊！我哪有可能去读大学？我甲你讲啦，即马这个世界真现实，竞争又搁遮尔大，一个高中毕业的囡仔，想要找到一个好的头路，真正是无简单。所以我一直换头路啊，愈换我就愈无信心。到尾啊，看到别人事业遐尼顺利，我的自卑感煞愈来愈严重。所以，我的个性才会遮尔无稳定，嘛较冲动。俊男兄，其实我嘛甲你同款，不但自卑，佫惊对家己无信心。就是因为安尼哦，以前我才遮尔无占钱，在内底阮阿爸、阮阿姊，安尼有我操心。你有想要改变这种感觉无？有啊，当然嘛想。好，那你听我的，好好读册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别人做会到，你嘛做会到；别人会当得到物件，你嘛同款有资格会当得到。迄个时阵啊，就是你新的开始，知无？我一定好认真考大学，恁看。好，莫互你阿姊失望哦。袂啦，无问题。俊男，多谢你。
这，免啦，我有讲煞水要走啦。准啊，你先跟我出来者。你要讲代志哦，无起来内面读册啦，吼。啥物代志遮尔神秘啊？行。准啊，我想要问你甲丽玲的代志，惊有丽玲听着歹势。准啊，你坦白讲，你对丽玲的感觉安怎？你是毋是对伊有感情？是毋是有意思要娶伊？或者是？安那，你惊我抢走咧？文华，秋萍才拄仔离开你，你就想要转去丽丽的身躯边？你哪能讲这种话啦？坦白讲啦，你若是真正想要转去丽丽的身躯边啊，我袂反对。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查某囡仔，也毋过你爱好好对待伊，莫阁互伊受着委屈。准啊，你完全误会我的意思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毋是这个意思。是啦，我真是毋是这个意思啦。莫讲秋萍要离开我，就算伊真是要甲我离婚，我嘛会等伊转来。毋管10年、20年，甚至30年、40年，等到我老，等到我死，我嘛会等伊转来。所以你想看觅，我对秋萍的感情，我哪有可能转去丽玲的身躯边？我今日来找你，是想要请你好好接受丽玲，好好疼惜伊对你的感情。俊堂，你答应我的请求好无？文华，我听你的口气哦，甲秋萍一模一样。恁真正是翁仔某，也毋过恐惊我会互恁失望。你秋萍即摆已经离开你啊啦，我足无简单有即个机会，会当甲你公平竞争。你讲，我敢有可能放弃？原来甲真啊！你对秋萍还未死心？文华，你对秋萍拢袂死心啊？你想我咧？你想我对伊的感情遮尔深，我敢有可能死心？你会当等伊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等到老，等到死，我同款嘛会用的啊。甚至讲我会等到后死啦。对啦，无一定有人会笑我戆，也毋过我无要紧。搁较安那，我嘛无可能改变我的想法。啊，毋过丽玲伊是要安怎啦？丽玲讲实在，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查某囡仔。也毋过对我来讲，我无可能摕秋萍甲伊相比。丽玲实在真可怜，连袂互志强伤害了，伊就拢袂死啊！真爱搁接受感情的失败。你莫袂记了，当初是你放煞丽玲去追求秋萍，今仔日才有遮尔侪人受着伤害。我毋对，这拢是我的毋对。啊，毋过我一世人会用娶到秋萍，是我上大的梦。我会一直等你，等到我老，等你一世。文华，我对不起你，准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莫讲秋萍要离开我，就算伊真是要甲我离婚，我嘛会等伊转来。毋管10年、20年，甚至30年、40年，等到我老，等到我死，我嘛会等伊转来。你会当等伊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等到老，等到死，我同款嘛会用的啊。甚至讲我会用等到后死啦。文华，准啊，你若要遮尔啊讲，你哪个即摆还阁对我遮尔啊痴情？敢讲
爱我真死死，恁才肯将我放袂记哩。我用，我要互你为我安尼做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互你对我死心。我一定要想。吴小姐，你是安怎？我工时当时甲你会着，什么时阵？我拢传好，你倒食饭。你讲咧，你想要食啥？我想要食牛排、西餐。阿强，西餐食袂惯势呢，我爱食中餐好啦。我嘛食中餐。我嘛是爱食中餐。二六，你输啊？输就输嘛，飞地下拢有通好食。丽玲啊，大饭店你较熟啦，要倒食哦，你决定。丽玲，即摆庆祝交互你。好，咱来去。来食饭吼！高兴人多高兴。我就是。来你杯啊。多谢。安尼对啊。多谢哈。多谢大家啊。那也无写倒一条。这个改成阮来借去嘛？对哦，这手柄你。俊男、志强、何柳，恁好无？相信批来的相片恁嘛看过啊？这是我的结婚相片。我无通知恁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是来足失礼。我无想要麻烦大家，是因为我无爱互任何人来搅扰我目前这种安定平凡的日子，请恁原谅。我这个翁婿，伊虽然足平凡的，无文化的事业，嘛无俊男的外表，啊，毋过伊足可靠的，互我足有安全感的。我已经决定后半世人要好好甲伊过日子，希望恁大家互我祝福。俊男，丽玲是一个足好的查某囡仔，请你好好接受伊，珍惜伊。恁会当结婚，是我上大的希望，希望你毋通互我失望，好无？志强，这20万是要准备互你的学费，虽然无啥够，啊，毋过阿姊的能力有限，请你爱原谅。阿姊会当做的，只是安尼尔。俊男、丽玲、何柳。我嘛足感谢恁对志强的照顾，我无伫咧，拜托恁继续搁照顾志强，嘛请恁大家爱好好保重身体。秋萍，我来这是要安尼做，讲假都假，手片你来遮糊涂啦！秋萍，出来你啊！快！哪会遐尼无基础？结婚20年啊，半年就要离，大树，你哪会对我安尼无情？春花啊，春花啊，春花啊，已经到几啊天啊呢，莫搁哭啊啦，好无？啊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搁伤心嘛无路用，莫想遐济啦，你得较振作的呢。哟，啊，等恁两个吼，坐倒喺门窗顶，还是伫咧讲啥的？
伫咧谈情说爱笑。哥啊，我是和公英安尼讲大树的代志啦。讲大树仔的代志，讲啊对门床顶去哩哦。哪有讲到门床顶去哩啦？你嘛看清楚，这是榻榻米，这毋是门床顶呢。榻榻米哦，就是门床啊啦，迄是要王困的所在呢。恁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无解阮大叔啊哦，要甲你离婚，恁两个哦，讲偌啊年啊清白哦，鬼都不爱相信啦。阿哥，你是士大，你讲啥我拢唔敢甲你计较。啊，毋过咱拢住斗阵的，我含公英有啊无，你煞看拢唔捌。即摆大树要甲我离婚，我心情都有够歹啊！阿哥，你若搁误会我，我会气笑。对啦，莫讲伊啦，连我嘛会掠讲啊。哎呦，一个单机，搁一个倒头，讲甲遐尼啊好听啦哈！春花啊，我问你咧，阮大树啊哦，是毋是有摕离婚书互你？你是有要拍算甲伊离婚无？我当然袂用甲伊离婚啊！即摆大树是误会我，毋知要甲我离婚，我一定要将伊找出来，我要甲伊解释清楚啊！哎呦，免解释啊啦，你搁较安那解释哦，都袂清楚啊啦。等你甲大块哦，两个人哦，靠大不管是都安尼甲相连啦。阮大树啊，若看来到地吼，哎呦，伊要哪会相信你啦？阿哥啊，我就是烦恼大树袂相信。到时阵拜托你和布丁一定要替我做证人吼。好啦，咱搁斗阵哦，来去找大树啊啦。啊，找若有吼就好啦。啊，若找无吼，我这个老的吼，无爱待咧遮啦，要转来去船骹啊啦。好啦好，要来去找无？会啦会啦，我要去啦。啊，若要去哦，咱斗阵来去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靠，要生死啦！哎呦，哎呦！欧巴桑，卡酸的是我呢，你向爱归路咧化酸，啊我咧。啊，你爱唔爱啦吼？他甲我爬开啦，甲咱一个甲我跳水咧啦。我骨头若散着，你才爱陪我咧。爱嘛是你讲的啊，我无甲你爬开是要安怎爱啊？公英啊，啊，大家都咧忝啊，阿哥念两句啊吼，你莫对我甲伊一句来一句去啦。大树都咧找无啊，大家心光火热，莫甲阿哥应喙应舌啦。那嘛是你啦，若毋是为着你的代志吼，咱嘛毋免来逐工出来咧找人啊。阿兄也袂讲我爱甲咱相认啦。哎，莫搁怪春花啊，好无啦？细细念，我去买凉水哦，互你挤喙焦啦。是等你啦，我嘛要去。袂瘾，互你对。我刚刚来买啦。无来。买啦。无来。那要来去便所。我要买凉水呢。你就先说我来去便所，啊，咱再来饮凉水。哎呦，无卫生啊，钻空头了，惊啦！哎，小等你啦。哎呦，哎呦，等你啦。哎呦。我知条啊吼，啊买一个凉水，空空地是咧缀啥？啊，你也唔知我要食什么口味啊？啦，我当然爱对你行哦。你等下坐啦，我来买啦。春花啊！春花也无来啊？爱我甲你爱对无？唔客。春花啊！啊，我惊袂去。好啦，起来。耶呀！耶！啊！精心培育，好好甲处理者。阿哥。喂，乖呀！哎，
啊，你来带我来遮啦？你等者小等者，我哩要问一下啊。啊，你是要问啥个？这是病院呢，出入的人啊，足多的呢，问看有大舅的消息无啊？你等小等者，我随等啊。好。啊，你若问无吼，就连咪倒转来有听无？会啦，啊你无别走哦。好啦。小姐，医生啊，我甲你拜托，我甲你高请一下，我一个亲戚吼，找孙都找到5成啦。我本来是要带伊遮互你治疗的，啊，不过伊有讲哦，伊若找无孙哦，伊就不爱入来啦。那既然患者若唔肯来吼，真歹势，我拜托。医生啊，稍等下啦，人已经出来，即摆伫咧外面啦。只要你若甲讲哦，因孙哦地大手住伫咧遮，伊就相信，伊就缀你入来啊啦。叫我去甲骗入来。嘿啊。安尼敢好？医生啊，你就放心好呀，求你了。你这边怎会啊？你安尼无来，放心好呀。好啦，我安尼啦。我真正做好，安尼对我看卖。好。医生啊，你看，伫遐啦，伫遐啦。医生，再拜托一下啦，你嘛看安尼可怜着无？安尼找孙找到咧，拜托，莫搁丢住啊！我去呀。好啦，拜托一下啦，你嘛可怜着着无？阿哥，是命是你阿哥啦？哎呦，你看医生，你连我都袂认识啦，有够可怜哦！你讲迄什么笑话啊？我大遮吼等无人啦，啊你吼找阮大小是找有我找无啦？有啦，我已经找到大舅啊，无你问医生。哈，阮大舅啊找到啊！哎呦，谢天啊！哎人呢？你莫问遐济啦，你对医生行都无唔对啊啦。最好啥？是安尼啦。恁孙吼伫咧阮病院这边做治疗，你若要见吼，啊无我带你来。无咯，啊阮大舅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咱来住病院啦。这件代志讲起来是若话头长啦。无安尼啊，阮哪行哪讲，好。哪行哪要甲我讲。来，啊伊迄病啊。我要来找你啦，大舅啊！啊，等你是走对去啦。哎呦，啊来去立相，立相，我无立相，我啦，立相。哎呦，我唔是啦，我唔是啦。哎呦，救人！立相啊！立相啊！哎呦，阿哥含要大哥带去买一凉水，买遐尔久，等到后要喙干死。你规步久安尼，敢会出什么代志？咱来甲看卖者，吼。阿哥啊！阿哥啊！安尼啦！哎呦，安尼规身躯爆糊糊啦！先做，阿哥，你是去拄着歹人，甲你手夹了？先做。是要咧手夹手你去缀人死啦？我嘛是咧大哥来大哥死啦！我要见小病院去互伊小早好吧啦！啊！吼，啊这公园安尼才过分啊！哎，即摆人呢？可能哦，去闭起来吼，闭到唔敢出来啊啦！即摆若我看到，我绝对甲伊踢啊咧嘴啊咪了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要开单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公园啊，哦，我就知影，公园呢，啊你来做这个代志啦？春花啊，做完了，我就知影唔对啊，我是甲伊讲声笑的啊。讲酸笑会使讲到带去小病院去用拍哦，啊你唔去用拍看卖？啊，伊常常骂你，我看袂做，我唔则替你报一个鸟鼠丸啊。哎呦，不会用安尼做的啦，行啦，来甲阿哥回室内啦，行啦。叫你行你唔好，我是要插你哦。哥，啊，真是你人啊！你若无我拍一个，我
互伊拍一个啦，你紧的啦，互伊拍一个。好啦，阿哥啊，好啦，安尼拍一个出气就好吼。来，这个。我袂输啊，叫小拍着共款啊。我来甲教示，我甲教示。我站起来。莫安尼啦，老大人这个心脏病压起来，你吼，你上遐足过分的咧。阿哥遮济岁啊，你先哪能要安尼啦？我是讲啊，阿哥我车白白，阿哥啊，拜托啊，莫讲骂春花，我甲你拜托好无啦？你莫讲俺遮来，哦，你上遐。阿哥是时大，教示我迄落应该，你莫听人讲哦。人讲高听孙是共二姓，我是伊的尊心妇呢。啊，你是外人，你袂了解啦。就是你是外人，凭什么管阮兜的代志？你遐家无要死哦！愈看愈顾啊怨，走啦，莫住阮兜啦！我不是外人啦。你毋是外人，无你是啥？叫你走你无听。啊，走啦，外人就外人啊！莫安尼啦，你安是创啥啦？你就唔免搁囥落。我知影你要走，你咧生气，你莫安尼，莫生气啦。当作吼，我讲唔对的，我甲你回息的好无？春花啊，讲实在啦，我真久无去讨谈，死去甲你去找翁，我嘛无怨叹啊。这段时间啊，缀你食苦，为着你小姑的代志，我走去拍拳头卖膏药，拍到规身躯全伤，我嘛无怨叹啊。只要会当甲你斗3工，啥物代志哦，我拢肯做啦。人安怎讲哦，拢袂要紧啦。啊，毋过对着你甲我讲，我是外人，我听得足艰苦的。公英啊，我唔对啦，我是一个外人啦，无爸无母，无家无地。这段时间甲你相依为命，我甲你当作家己，你甲我当作外人。公英啊，我唔是甲你当做外人啦，是的啦，我唔知讲这句话对你的伤害遐尼大，是条工的啦。我嘛知影你对我足好的啊，这阵啊吼，若唔是你甲阮帮忙，阮真侪困难嘛度袂过。我实在是无注意啦，啊一声就讲出来，是的啦，吼。莫甲我回失礼啦，我是气我家己啦。既然我是外人哦，我就留伫遮，叫你哪个糟蹋的啦。我愈想愈唔甘愿啦。袂啦，你莫甲阿哥计较啦。阿哥是士大，老大人逐个嘛有性地。你甲想看卖，人若要踮伊家己的庄脚厝内面吼，那嘛真轻松真舒卡。伊是关心阮大树的，啊出来甲我四界安尼咧受苦，难免吼性地会较歹啊。啊伊咧起性地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就好啊，好无？我知影讲我一直留你住喺遮，对你是无公平啦。啊，不过即摆大树对我有误会哦，卡出你若做你包我款的做你走吼，等我找着大树的时阵，想要替我做证人来证明我的清白，哈，拜托的啦。哎呦，原来因两个哦，真是假伫啊情啦，是我误会伊啦。哎呦，歹势哦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也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
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愿意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